现在要看另一个圣诞惊喜了吗？要！首先要有帽子。是否有看过这种美丽圣诞夜里的神奇魔力？现在只要相信是如此美丽，挚爱的家人聚在一起，地上的白雪如此接近，圣诞老公公背过天际，我们在星星相遇，整晚都很开心。是圣诞魔力，马人拉雪橇奔驰过你的心。是圣诞魔力，现在开始好心情，用微笑装满怀里。我和你，我只愿在这里。是否有看过这种流行？全世界